来继续来看台中大甲镇南宫来抽出到今年国运的签诗，庙方的解读是小吉，代表今年是世代的交替年，产业经济有大幅的起落，但是也是会当稳稳啊来过关。另外，云林西的福兴宫甲北港的朝天宫，嘛拢推出到这个国运的签诗哦，是好是歹，做伙来看。 主持一到台中大甲镇南宫抽今年的四季签，上开引起人注意的是代表国运的人口签，抽到的是宋太祖河东大展龙虎馆这支签。世代交替呢，产业经济会大幅涨跌但是会当稳重会当过关啦。 签诗写讲，东南西北不堪行，前途处事正可当，劝君把定莫烦恼，家门自有保平安。讲是修建。今年整体的运势是消极，比旧年较好了。云林西的福兴宫嘛抽出国运签，头一支抽出来就得到马祖三想买同意，因讲是一签命中。签诗写讲，事地正体总是言，看看发暗未必全，主角暗中还未变，心中但得往多人。这个签诗看起来否质太来了，大家都知影咱这疫情这严重啦，希望咱这政策会用务实啦，慢慢来个注意啦。 北港朝天宫抽出港运签，这支签一般被当作是国运签，有心祝福莫迟疑，求名清洁正当时，处事必定生会合，财宝自然喜相随。庙方讲是下签。你要做你有把握的事情，不能投机取巧。 鹿港天后宫抽出各行各业的签，上好是肥料业上签，第二名是印刷业中上签，第三名是农业杂粮上签，上歹是土木业。关门起来，做好咱家己的工课，这才是今麦上要紧的代志。所以我们土木业可能要注意点。天后宫解签诗的事是讲。 肥料业甲农业杂粮业抽到好签，应该是代表今年气候有利农经。除了土木业要注意，总体来看，各行各业运道拢算袂歹。